有跨国运毒的集团是用假包裹的方式，将18公斤外的凯他命藏伫电缆线内底，对法国寄来到台湾。台中的警方伫嫌犯去领包裹的时阵，现场甲3个人全部拢撞起来，毒品算咧，这价值有3600万台票。专案即马已经上班，后手真有可能有7档以上的刑事责任。 3名运毒集团的成员来到台中西屯区的邮局，拄领完包裹行出来，就去周围20名官警冲出来压制。警方接到证据，包裹内底藏有第3级的毒品凯他命。收好钱，来这两个，来，身份证报出来。 警方将包裹拆开，内底是几个捆为法国进口的电缆线。这个跨国运毒集团以黑色贴布将凯他命固定伫咧电缆线条内底。去年9月，财政部通报抽查包裹送验发现有毒品，马上通报刑事局追查。警方伫咧处罚店埋伏，逮捕领会感情犯嫌，还佫伫咧巷仔口监视马姓主嫌苏姓共犯，总共3个人。刑事局表示，犯嫌以国际包裹运毒产品查缉，10天之内交会就会当得到60万的报酬，因此决定行险路。确认简姓犯嫌领的邮件随即是本案的毒品时，随即在现场查获到案，并同步追查在巷口监看的苏姓及马姓共犯2人到案，将马姓犯嫌等3人移请台中地检署侦办。 警方查到18.3公斤的凯他命，市价大约3600万块。专案以涉犯毒品危害防治条例移送台中地检署侦办。运输第3级的毒品，未来会面临7年以上有期徒刑，会使并科1000万块以下罚金。另外，毒品源头是毋是为东南亚转运，搁再由法国所带，警方会继续来追查。记者台中报道。